讲到这柑仔类的水果，伫新德县算是量上介济农作物。不过今年重要产地这宝山乡受到气候影响，碰柑产量平永过是减少到4成至5成，糖柑是搁较惨，只剩1成半。前阵子不是风很大吗？寒流来的时候风很大，然后它就倒掉了。看到家己辛苦一年所种的柑仔树规丛倒去，心肝内实在真艰苦。新德县宝山乡种柑仔类的面积有323公顷，今年受到天气影响，碰柑产量比过去减4成到5成，糖柑甘若剩1成半。产量一般是大部分都减少，有的一半哦，有的减少的有一半，甚至像有这样一颗整株来讲哈，结没几个。不过嘛，因为安尼，柑仔树的营养拢集中互留落来的柑仔，甜度上悬有13度外，平均嘛有12度。品质是比过去更较好。桶柑的结果率大概只剩下1成半，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这一个农损的一个补助。那我们碰柑以及其他柑橘类的影响大概我们只剩下5成多的这一个产量。品质上面是因为它的整个的营养养分会集中在我们的这一个少量的柑橘上面，所以我们的柑橘的今年的产量减少，但是我们的品质相对的更好。今年的那个结果量可能少了将近4成，那可是价格只有提高1成，那整体对农民来说的收入是少了将近3成左右。宝山乡因为环境关系，日照充足，排水好，生产出来碰柑品质好。每一年拢是大家过年送礼、伴手礼。今年因为产量少，介绍比旧年起1成左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